喲，大家好啊！我係伊娃，今日同大家玩呢個怪物彈珠啊！我嘅第一隻係美食響應台灣，第二隻係雪克拉沙特混沌之翼同埋混沌之翼路西法，有冇興趣？係啦，嗱，我嚟打啦！獎勵關卡嗱，Wing Wang 啊，你哋識噶啦。佢呢就有我同 Wing Wang 都係 friend 嚟嘅。有時呢，我會出現喺 Wing Wang 嘅 Minecraft 片度噶。用邊隻呢？極之好運陳思橋嚟噶，極之好運係佢個名，但係嗰日唔記得加佢啊！唉，真係慘啊！就用 Wing Wang 啦，好啦，你啦，由我一開始呢，就用呢個開頭啦。如果撞嗰個時刻，即係綠色嗰隻呢，嗱，佢呢度有嚿冰呢，你睇住啊，嘣嘣嘣，啲冰撞埋過去，雖然招技係幾廢，但係可以集體攻擊咯，可以。呢個又係集體攻擊咯。有兩隻可以貫穿，Wing Wang 呢個 Wing Wang 我呢就呢隻可以貫穿啦，嗱，貫通啊，最能我就咁貫通啦。呢個呢太反射嘅，呢個呢就都係貫通，呢個 Wing Wang 噶。一次3隻，勁啊呢隻！啾！一隻仲咁囂張，等我打死你！睇嚟今次完全唔使用技啦。圖咁少。
戰機勝出。咦，我得粒光獸石定係光獸肉啊？唔知啊。運勢之音獸啊！而家出咗個運勢之音獸，激動之蒼獸、完美之壁獸同埋異域之紅獸復仇者、布魯格希翁聖殿嘅呢個係唔知咩空洞咩大冰河吉耶羅綠野深之咩卡里恩提的噴火口展開的山野小路光之試煉暗之試煉水之試煉木之試煉火之試煉初陣心之精靈同埋湖之精靈怪物全化合成出咗手先啦，出手呢隻啦耶，咁佢又佢雖然唔係好難聽啦，求其啦，怪物強化合成，喺呢度。仲係試熟呢度玩我係嘛？唔升啊！全部賣鬼咗佢。出手1、2、3、4、5、6、7、8 OK 出手。上啲咩嚟㗎？1、2、3、4、5，成賣咗佢。出手基本上都冇乜用，得個10蚊有鬼用咩？珠算單。好啦，今集嘅時間呢就差唔多啦，係咁啦，拜拜。